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哋感謝主嘅恩典，我哋就喺網上繼續我哋嘅《使徒行傳》嘅課程。我哋仍然講到第一章，今日我哋講到係第六節開始啦，就係耶穌升天嘅事蹟，同埋第一次嘅祈禱會。我哋低頭，我哋祈禱。主耶穌，我哋滿心感謝你恩典，感謝你保守一班弟兄姊妹，愛慕你嘅話語喺繁忙嘅日子裏邊。佢哋願意安靜在你嘅面前，嚟到一齊嘅嚟到學習呢個使徒行傳，因為使徒行傳就係聖靈透過你嘅引導，幫助一班平信徒使徒能夠實踐福音嘅使命，承接呢個福音耶穌復活嘅事蹟，嚟到將呢個福音一路嘅傳開，直到地極，以至到我哋今日喺呢個21世紀裏邊。我哋能夠認識呢個救恩，認識呢個福音，都係因為使徒行傳呢班使徒埋平信徒，佢哋嘅忠心緊緊嘅跟隨主，承接呢個使命，不怕生命嘅喪失，冒着生命嘅危險嚟到奔走呢個路程，以致我哋得到呢個咁寶貴嘅救恩。我哋將我哋今日嘅時間好恭敬交在主嘅手中。懇求聖靈與我哋同在，保守我哋嘅心懷意念，俾我哋有精神，有力量去嚟到聽得明白。我哋交託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名祈求，阿門。好啦，第二點，我哋講到升天，就係使徒行傳1章6至到11節。他們聚集嘅時候，問耶穌說：主啊，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？耶穌對他們說：父憑着自己嘅權柄所定嘅時候日期，不是你們可知道的。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必得着能力，並要在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，作我的見證。說了這話，他們正看的時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見他了。當他往上去，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，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，說：加利利人啊，你們為什麼站着望天呢？這離開你們被升天的耶穌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，他還要怎樣來。A. 門徒問以色列國嘅復興，1章6至到7節。他們聚集嘅時候，問耶穌說：主啊，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？耶穌對他們說：父憑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，不是你們可知道的。他們聚集嘅時候，並唔係指佢主復活當晚向門徒聚集嘅情景，而係講到主升天前嘅一次嘅聚會。從下文嘅第9節說了這話，佢就被接上天。可見呢個係主40日顯現當中最後一次嘅顯現，地點呢係喺橄欖山，而唔係喺馬太福音28章16至20節我哋所熟悉所提到嘅加利利呢一座山。好多人以為呢個馬太福音嘅記載就係最後一次顯現，其實就唔係嘅。我哋喺度交代清楚下，馬太福音18章16至20節呢，就係11個門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穌約定嘅山上，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。然而還有人疑問，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，所以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奉父子聖靈嘅名給他們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，都教訓他們遵守。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嘅末了。經過咗40日主嘅教導，
門徒嘅心裏咧就更加確信主將要建立神嘅國。佢哋認為神嘅國會藉着以色列喺地上嚟到實現，但係當時嘅以色列仍未曾有一個國家，既沒有君王，亦都冇政權。神嘅應許似乎仲未成就。阿摩司書9章11至12節話：到那日，我必建立大衛倒塌嘅帳幕，堵住其中嘅破口，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時一樣，使以色列人得以東所餘的和所有稱為我名下的國。此乃行這事的耶和華說的。仲有撒迦利亞書9章9至10節話：錫安嘅民啊，應當大大喜樂；耶路撒冷嘅民啊，應當歡呼。看啊，你嘅王來到這裏，他是公義的，並且施行拯救，謙謙和和地騎着驢，就是騎着驢駒子。我必除滅以法蓮的戰車和耶路撒冷的戰馬。戰爭嘅弓也必除滅，他必向列國講和平，他的權柄必從這海管到那海，從大河管到地極。約翰福音14章1至4節話：你們心裏不要憂愁，你們信上帝也當信我，在我父家裏有許多住處，若是沒有，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。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。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，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這裏來。我在哪裏，你叫你們也在哪裏。我往哪裏去，你們知道那條路，你們也知道。約翰15章12節話：你們要彼此相愛，像我愛你們一樣，這就是我的命令。同一章嘅19節話：你們若屬世界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，只因你們不屬世界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，所以世界就恨你們。約翰16章5至7節話：現今我往差我來的父那裏去。你們中間並沒有人問我，你往哪裏去？只因我將這事告訴你們，你們就滿心憂愁。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，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。我若不去，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裏來；我若去，就差他來。所以呢，佢哋有咁嘅發問。佢哋問耶穌問乜嘢啊？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呢個時候嗎？第6節嘅尾，呢個問題問得實在係好自然，因為佢哋仍以地上嘅事為念，佢哋心中所諗嘅就係神嘅國，就係復興地上嗰個以色列國。我哋都仲記得喺耶穌受死之前，佢哋以為主進入耶路撒冷就係做王。所以雅各同埋約翰呢，仲要求坐在主嘅左右。而家耶穌既然已經復活啦，門徒就更加覺得主嘅能力復興以色列國就喺呢個時候。但係呢個唔係主嘅心意，直到佢哋親眼睇到主升天，先至漸漸嘅醒悟，神要建立唔係一個屬世嘅國度，而係一個屬靈嘅國度，而佢哋嘅使命唔係去爭取政治嘅復興，而係要去使萬民做主嘅門徒。呢個就係最緊要嘅任務。如果將四福音嘅裏邊，主耶穌復活每一次顯現所教導神國嘅事，放埋一齊嚟到做對照，我哋就會更加嘅清楚，主復活嘅目的唔係要恢復以色列嘅國勢，而係要藉着主成就呢個救贖，引導人
悔改嚟個歸向天父，逐步嘅建立呢個天國。雖然門徒嘅問題唔合神嘅心意，但主耶穌卻係好有啟發。主講，父憑自己嘅權柄所定嘅時候日期，唔係你哋可知道嘅。主並冇否認以色列國將來嘅復興，亦都冇講明點樣復興，而係提醒佢哋呢個係天父所定嘅時間同埋節期，唔係人可以知道嘅。換一句講，當時唔係神嘅時候，乜嘢時候冇人能知道。主要建立嘅唔係一個屬世嘅國，而係一個屬靈嘅國。因此，主馬上就宣告一個嘅應許，要門徒領受聖靈嘅大能，領受咗之後，先至能夠去承擔呢個使命，將佢主成就嘅救恩要傳到萬邦。B 就講到基督嘅應許，使徒行傳1章8節，大家都熟嘅就係，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必得着能力，並要在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，作我的見證。呢一隻經文可以話係使徒行傳嘅鑰節，佢不僅係一個帶有使命嘅應許，亦都對門徒提問嘅回應。主指出，門徒當前最緊要嘅任務唔係猜測神國幾時復興，而係要等候聖靈嘅降臨，仲要靠着聖靈所賜嘅能力，從耶路撒冷開始，直到地極，都要為主嚟到作見證。呢個見證嘅核心係宣告耶穌已經受死、復活、升天，並且仲要翻嚟。門徒要將主成就嘅救恩傳遍天下，然後先至得以見證主嘅國度嘅降臨。而能夠完成呢個咁大嘅使命嘅關鍵，就係要依靠聖靈所賜下嚟嘅能力。至於聖靈嘅降臨呢一個詞，同上文第5節提到嘅聖靈嘅洗，同埋下一章提到嘅聖靈嘅充滿，係初期教會嘅經歷當中，其實都係指同一件事。但如果仲用詞嚟到分，聖靈降臨呢，係特別強調聖靈本身嘅嚟到，應驗喺主在受死前嘅應許。佢要差遣聖靈，永遠與信徒嚟到同在。約翰7章37至39節話，節期嘅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穌站在高聲說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這裏來，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，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來。耶穌這話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聖靈說的，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來，因為耶穌尚未得着榮耀。14章16至17節話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，保惠師就係聖靈，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，就是真理嘅聖靈，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為不見他，也不認識他。你們卻認識他，因為常與你們同在，也要在你們嘅裏邊。26節，保惠師就是父因我嘅名所要差嚟嘅聖靈，他要將一切嘅事指教你們，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。約翰福音16章7至13節話，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，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裏來，我若去，就差他來。他既來了，就要叫世人為罪、
為義為審判，自己責備自己；為罪是因為他們不信我；為義是因為我往父那裏去，你們就不再見我；為審判是因這世界嘅王受了審判。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，但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，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嘅真理，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，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，並要把將來嘅事告訴你們。降在你們身上呢一句話，原本其實係冇個新字嘅，意思就話聖靈會降臨在肉體上，而唔係講淨係肉體，係整個人。聖靈會臨到整個人。呢句話清楚指出，聖靈嘅降臨同門徒得着能力為主作見證係密不可分嘅。耶穌明確嘅宣布，聖靈降臨個結果就係要使門徒能夠將福音傳遍地極。耶路撒冷係耶穌受死同復活嘅地點，猶太全地係指耶路撒冷為中心嘅猶太地區，撒瑪利亞係猶太北方嘅鄰近嘅區域。聖經冇提到加利利，顯示經文係按住地理範圍嚟到推進嚟到描述，唔係着一嘅嚟到點名。更何況12個使徒當中，除咗猶大，其餘嘅都係加利利人，直到地極，即係指更遠嘅外邦列國。因此，如果將呢一句話從耶路撒冷直到地極應用喺今日，就係從我哋嘅身邊最近嘅人開始，一直到最遠之處，都要為基督受死與復活嘅救恩嚟到做見證。特別嘅亦要注意，第8節係主耶穌對門徒說何時復興以色列國嘅問題嘅重要回應。主喺度指出，門徒當下最緊要嘅任務唔係猜測時候，而係依靠聖靈嘅能力，將福音傳遍地極，直至到神國喺幾時降臨，完全係父神主權之內，人係唔需要嚟到掌握嘅。主耶穌冇否定以色列國將來嘅復興，只係提醒佢哋時候同埋日期都屬於神嘅掌管。時候係講到時間嘅量，日期就講到神嘅計劃嘅質。喺呢個日子實現之前，門徒點啊？要專心倚靠聖靈，完成大使命，從本家本族開始，直到外邦列國。喺呢度嘅重點就係福音唔再限於猶太民族，而係要擴展到外邦人當中。因為主嘅愛係普世性，佢嘅福音臨到萬民，佢嘅國度更係全地性嘅。喺呢節同時亦都係主親自教導門徒應該點樣將福音傳到地極，唯有點啊？靠着聖靈嘅能力。門徒如果只係憑自己嘅學問、財富、地位，係冇可能完成呢個使命。佢哋嘅喺社會嘅地位亦都唔顯赫，甚至顯得卑微。但當佢哋因為有聖靈嘅同在，佢哋能夠勇敢嘅嚟到見證主。路加醫生就係一個例子，喺佢撰寫路加福音同埋使徒行傳嘅時候，夠膽直言嘅不諱嘅嚟到指出呢啲權貴、呢啲大官嘅罪。佢寫到彼拉多明知耶穌冇罪，
仍然要將主釘喺十字架，又揭露巡撫呢個王嘅腓力斯想得到從保羅嗰度攞到賄賂。要知道提亞非羅係一個官，同腓力斯屬於大人嘅官階，但係路加竟然毫不退縮，勇敢嘅直言，唔會隱藏地將真理向呢啲官人嚟到做見證，後果不堪設想嘅。如果真係佢要懲罰你，係咪？彼得、約翰同樣能夠直接面對權勢嘅領袖，毫無懼怕地傳揚福音，因為佢哋係靠聖靈嘅能力，而唔係靠自己嘅口才同埋地位。所以佢哋嘅愚公唔係背誦幾節嘅對方聽唔懂嘅經文，佢哋真係活出真實美好生命嘅見證。呢個先至係真正傳福音，靠着聖靈活出基督，而且能夠勇敢作見證。好啦，我哋講完咗一段，我哋跟住就去到第9至第10節，就講到耶穌升天嘅情形。呢度話說完這話，他們正看嘅時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雲把他接去，便不見他了。當他往上去，他們定睛望天嘅時候，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：主嘅升天，清楚地嚟到證明主的確係已經復活，並且徹底嘅勝過死亡。嗰啲唔信嘅人雖然提出好多嘅講法，例如有人講門徒偷走主嘅屍體，假稱主係復活，亦都有人講主耶穌根本就未死過。不過呢，呢啲咁嘅講法根本就完全站不住腳。如果耶穌真係冇死過，咁樣佢應該仍然活喺人間。但喺當時咁多敵對嘅人嘅眼中，佢點可能夠躲藏得起嚟？既然主亦都公開咁多次俾人睇得到，又點會話唔會被人發現？更重要嘅就係，如果主冇升天，佢仍舊活喺世上，佢終於都係會死㗎，係咪？咁樣主嘅屍體或者遺物最終一定要被揾到出嚟，但事實上冇人能夠提出主嘅屍體嘅證據。相反地，呢啲使徒同平信徒係甘願冒着生命嘅危險，堅定嘅見證主經復活升天。呢個就係成就咗好有力嘅證明。仲有，當主耶穌受審嘅時候，佢曾經清楚嘅嚟到講，馬可福音14章62節話，耶穌說：我是，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嘅右邊，駕着天上嘅雲降臨。馬太福音26章64節話，耶穌對他說：你說的是，然而我告訴你們，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的者嘅右邊，駕着天上的雲降臨。啟示錄1章7節，看啊，他駕雲降臨，眾目要看見他，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，地上萬族都因他哀哭。這話是真的。阿門。而家主嘅升天正好應驗咗自己嘅宣告，證明佢就係得勝嘅救主。佢要坐喺父神嘅右邊，掌權直到永遠，作為永遠嘅君王。咁樣將是一個極其榮耀威嚴嘅降臨，即係主翻嚟嘅日子。到嗰日，萬民都要仰望佢，地上嘅各族嘅人都要為佢嚟到哀哭。
換一句話，所有曾經抵擋主嘅人，因無法面對呢一位審判主公義嘅審判，佢哋一定會哀哭痛悔。嗰啲主與主第一次降臨嘅時候，默默無聲降生在馬槽嗰個情景，兩者咧係會完全嘅不同。主嘅升天，一方面就結束咗佢喺世上寄居嘅日子，另一方面佢就宣告佢升咗天之後，聖靈會降臨嘅準備已經完成。當門徒定睛嚟到望住呢個奇異嘅景象嘅時候，天使再向呢啲人嚟到講到主再嚟嘅應許。呢個消息同時亦都係門徒喺第一章第6節所提出嘅問題嘅另一種嘅回應。所以《使徒行傳》1章6節話，他們聚集嘅時候，耶穌問耶穌說：主啊，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嗎？第11節話，加利利人啊，你們為什麼站着望天呢？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，他還要怎樣來。天使對門徒嘅話帶嚟一個帶有警覺性嘅提醒，稱呼佢哋為加利利人啊，顯示當時喺橄欖山嘅門徒大多數係出身於加利利，除咗已經自盡嗰個加略人猶大，其餘11個使徒幾乎全部都係加利利人，亦都就係講喺猶太地嘅橄欖山上邊見證主升天嘅，竟然大多數嘅人係嚟自加利利。門徒親眼目睹基督升天嗰個壯麗景象，心中一定就係震撼無比。但係咁樣嘅經歷卻係容易讓人停留喺感動之中，而忽略咗主嘅使命。單單站着望天，又有乜嘢嘅益處呢？神唔希望主嘅門徒沉浸於經歷嘅回味嘅裏邊，而係要佢哋即刻點啊？預備好去實踐主所交託嘅使命。嗰個帶有應許嘅吩咐就係乜嘢啊？靠着聖靈嘅能力，將福音傳到地極。使徒行傳1章8節話：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必得着能力，並要在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。加利利人啊，呢一句話或者係暗示，雖然當時嘅現場可能係有好多人同在，但天使嘅話主要係對嗰11個使徒嚟到講嘅。好啦，我哋講完呢段呢，我又講到第3段啦，第一次嘅祈禱會啦，禱告會啦。咁就係第1章《使徒行傳》第1章12至15節。有一座山名叫橄欖山，離耶路撒冷不遠，又有安息日可走嘅路程。當下門徒從那裏回到耶路撒冷，進了城，就上了所住嘅一間樓房，在那裏有彼得、約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腓力、多馬、巴多羅馬、馬太、亞勒腓嘅兒子雅各、奮銳黨嘅西門和雅各嘅兒子猶大。這些人同着幾個婦人和耶穌嘅母親瑪利亞，並耶穌嘅弟兄，都同心合意地懇切禱告。那時有許多人聚會，約有120人。彼得就在弟兄中間站起來。呢個簡短呢幾節嘅經文，緊接着門徒喺橄欖山翻嚟之後聚集嘅禱告。咁我哋喺呢度咧有4方面嘅嚟到研讀。A. 禱告前所受嘅感動。
門徒曾經親眼喺橄欖山見到主復活嘅情形，親身目睹主被接升天，親耳聽到天使宣告主要翻嚟，更加聆聽到主嘅應許，佢哋將要得着聖靈嘅能力，並且為佢嚟到作見證，直到地極。由此可見，佢哋嘅心中一定係充滿激動同埋感動。正係咁樣嘅情景底下，門徒就同心合意嘅祈禱，為要迎接呢個偉大嘅使命嚟到做準備，亦都將賜下嘅聖靈嘅能力積極嘅嚟到先預備自己。橄欖山距離耶路撒冷冇幾遠，大約係一個安息日可走嘅路程。根據出埃及記嘅記載，大約就係我哋而家嘅3000尺度，又唔係好遠。出埃及記16章29節話：你們看，耶和華既將安息日賜給你們，所以第六天他賜給你們2天嘅食物，第7天各人要住在自己嘅地方，不准什麼人出去。一般人推算安息日可走嘅路程，大概係從以色列人安營嘅邊緣走到個營嘅中心個會幕嘅距離，咁就大約3000尺啦。即使係喺安息日，佢哋仍需要讓祭司行割禮潔淨禮獻祭呢啲嘢，因此咧呢段路程咧成為參考嘅標準。另有人亦都根據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過約旦河個記載嚟到推算，當時群眾距離祭司嘅抬住嘅約櫃係2000肘，又係3000尺，作為走距離嗰個參考。約書亞記3章3至4節話：吩咐百姓說，你們看見耶和華你們上帝的約櫃，就見祭司利未人抬着，就要離開所住的地方，跟着約櫃去。只是你們和約櫃相距要2000肘，不可與約櫃相近，使你們知道所當走嘅路，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。有人就以呢個2000肘作為安息日可走嘅距離參考，但係我哋個課程咧認為前者即係以色列嘅安營嗰個推算咧更為可信，都係3000尺。後者嘅群眾起行嘅時候嘅距離，全體以色列人都喺度行走，就難以計到嗰個標準。但係咧前者嗰度咧就係安營係靜止嘅狀態底下，就較容易計算到實際可行嗰個路程。但係喺呢一段最重要嘅信息，唔係關乎安息日可走嘅路程嘅遠近，而係在於祈禱會嘅重要性。B 係禱告嘅人，呢幾節嘅經文雖然冇記載門徒禱告嘅具體內容，特別提到一開始參與祈禱嘅成員，包括咗11位嘅使徒、幾位嘅婦女以及主嘅母親瑪利亞。睇嚟當時橄欖山親眼睇到主升天嘅都唔止呢啲人，但係參與呢個祈禱會嘅聚會嘅咧，最少當初咧係有10幾人。佢哋非常重視主升天所留下嘅應許，加上先前喺加利利山見到主顯現嘅時候，主親自頒布嘅大使命，使佢哋心中充滿咗迫切感同埋敬畏。因此佢哋就點啊？同心合意地嚟到主嘅面前嚟到禱告，先禱告，預備自己迎接所託付嘅重任。新約共有4次提到12個使徒嘅名字，我哋再重新睇多一次。馬太福音10章2至4節，這12使徒嘅名，頭一個叫西門，又稱彼得，還有他的兄弟安德烈、西比泰嘅兒子雅各、
和雅各嘅兄弟約翰、腓力和巴多羅馬、多馬和稅利馬太、亞勒腓嘅兒子雅各和達太、奮銳黨嘅西門，還有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。馬可福音3章16至19節話：這12個人有西門，耶穌又給他起名叫彼得，還有西比太嘅兒子雅各和雅各嘅兄弟約翰，又有這兩個人起名叫叛尼奇，就是雷子的意思，又有安德烈、腓力、巴多羅馬、馬太、多馬、亞力腓嘅兒子雅各和達太，並奮銳黨嘅西門，還有賣耶穌嘅加略人猶大。第三段嘅經文就係路加福音6章14至16節話：這12個使徒有西門，耶穌又給他起名叫彼得，還有兩個兄弟安德烈，又有雅各和約翰、腓力和巴多羅馬、馬太和多馬、亞力腓嘅兒子雅各和奮銳黨嘅西門、雅各的兒子猶大和賣主的加略人猶大。使徒行傳1章13至14節話：進了城，就上了所住的一座樓房，在那裏有彼得、約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腓力、多馬、巴多羅馬、馬太、亞力腓嘅兒子雅各、奮銳黨嘅西門和雅各嘅兒子猶大。這些人同着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瑪利亞，並耶穌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懇切禱告。喺呢個4個嘅出處當中，彼得每一次都排頭位，佢就係一個領袖；而出賣主嘅猶大，每一次都係排喺後尾。12個門徒當中有2個叫雅各，一個就係西比太嘅兒子雅各，另一個就係亞力腓嘅兒子雅各。所以馬太福音10章2至3節話：這12個使徒嘅名，頭一個叫西門，又稱為彼得，還有他兄弟安德烈、西比太的兒子和雅各的兄弟約翰、腓力和巴多羅馬、多馬和稅利馬太、亞力腓的兒子雅各和達太，又稱為咩啊？小雅各。馬可福音15章40節話：這些婦女遠遠地觀看，內中有抹大拉嘅瑪利亞，又有小雅各和約西嘅母親瑪利亞，並有撒羅米。12個門徒當中，仲有2位嘅猶大，一位係雅各嘅兒子或作兄弟猶大，另一位就加略人猶大，就係賣主嗰個。同時有2位西門，一位就係奮銳黨嘅西門，另一位就稱為彼得嘅西門。馬可福音3章16節話：這12個人有西門，耶穌又給他起名叫彼得。18節話又有安德烈、腓力、巴多羅馬、馬太、多馬、亞力腓嘅兒子雅各和達太，並有奮銳黨嘅西門、巴多羅馬，又稱拿但業。約翰福音1章40節話：腓力找着拿但業，對他說：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眾先知嘅那一位，我們遇見了，就是約瑟嘅兒子拿撒勒人耶穌。呢個時候，加略人嘅猶大已經係自殺身亡。好啦，C，我哋嚟到睇下佢哋為何、點解同埋如何禱告。喺呢幾節嘅經文冇具體記載門徒禱告嘅內容，但係特別嘅強調佢哋都同心合意懇切祈禱。呢度可以理解為門徒一開始就懷着相同禱告嘅迫切感，喺禱告中有聖靈嘅同在，亦都有共同嘅屬靈嘅目標，徹底嘅潔淨自己，除去私意與人意嘅理想，破除彼此之間嘅隔閡，好讓聖靈隨時可以充滿佢哋。雖然有解經者認為佢哋懇切祈禱係為聖靈降臨，
但係我哋如果從上下文嚟睇，聖靈降臨乃係神永恆中嘅計劃同埋旨意。主耶穌早已講過，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嘅洗。五旬節嘅降臨唔係因為門徒懇求而先至發生，因此更加合理嘅理解，佢哋喺禱告徹底認罪，獻上清潔嘅心，為咗支取聖靈充滿應許嚟到做事前嘅準備。回顧之前，門徒仍爭邊個大，甚至喺主耶穌將上耶路撒冷嘅時候，仍幻想喺主復興以色列國登基做王嘅時候。但呢一次，佢哋能夠同心合意喺禱告之後，佢哋之間已經冇誰高誰低嘅爭執。彼得提出補選使徒，佢哋亦都冇提出質問，亦都冇人懷疑佢嘅資格，因為佢哋都願意順從聖靈嘅帶領而行事了。禱告嘅生活喺初期嘅教會係重要嘅標誌。通覽整卷《使徒行傳》中呢班嘅信徒嘅禱告記錄，就會發現神嘅工作往往會藉着禱告嚟到推動。難怪有人講，禱告係教會嘅溫度計 （thermometer） 同埋調溫器 （thermostat）。所以教會是否興旺，從禱告嘅光景、參加嘅人數，我哋就可以睇出。正如《天路歷程》嘅作者約翰班揚 John Bunyan 所講，祈禱係靈魂嘅盾牌，獻給神嘅祭物，亦都係對魔鬼嘅懲罰。啲禱告人數增加，1章15節。那時有許多人聚會，約有120人。彼得就在弟兄中站起嚟。短短數日，門徒聚會、禱告聚會嘅人數迅速增至120人。由最初禱告嘅10多人，再冇幾日，甚至可能在同一日就增加咗10倍。呢個就係初期教會第一次嘅祈禱會，俾我哋留下極為特別嘅一幕。相比之下，而家教會祈禱嘅人數迅速增長嘅現象亦都唔多見。但係一個教會如果若能讓禱告嘅聚會人數增加，就表明咗呢個群體係同心侍奉嘅力量正在壯大。因為如果禱告上面同心，其他嘅聖工自然亦都能夠彼此配搭，同心合意。從聚會嘅地點嚟到睇，佢哋呢個時候只能夠在原來嘅樓上嗰個樓嘅上邊嚟嘅房間，而係已經唔係喺一個樓上嘅房間，而家已經喺一個較大嘅空間，更可能喺聖殿一個個區域。值得注意嘅下一章《使徒行傳》2章1、2節記載，聖靈降臨時候，門徒在他們所坐嘅屋子裏，呢個所坐嘅顯示嗰間屋可以坐120人一齊坐，至少讓大多數人坐低啦，係咪？依間屋嘅周圍可能係非常寬敞嘅，或者有一塊嘅空地，先至能夠方便有咁多人嘅聚會。使徒行傳3章11節話，那人正在為所羅門廊下拉着彼得、約翰，眾百姓一齊到他們那裏去，那裏很覺稀奇。所以可能另一個地方就係呢個地方所羅門廊。5章12節話，主藉着使徒嘅手，在民間行了許多神蹟奇事，他們都同心合意在所羅門廊下。咁呢度有啲咁嘅記載，但係我哋唔敢肯定。但係一個地方要裝咁多人咧，係需要一間好大嘅屋或者一個空曠嘅地方。好啦，
今日我哋就講到呢一度，就講咗幾方面。咁我哋下一課咧仍然都係講第一章，就跟住我哋會講呢個補選使徒。我哋低頭，我哋嚟到祈禱。主耶穌，我哋感謝你恩典，感謝你真係點樣使用呢一班當時初期嘅門徒、使徒同埋平信徒。主啊，佢哋點樣信服嚟喺你嘅面前？佢哋初初以為復興神嘅國就喺呢個時候，但係主你將個心意話俾佢哋知，復興神嘅國唔係人所知道時間日期，但係佢哋所最緊要關心、最要嘅重要嘅使命，主耶穌託付佢哋就係要將福音嚟到傳到地極，係透過聖靈嘅工作、聖靈嘅引導，使呢一班平民、呢班小民能夠做到一個嘅創舉，使福音傳到地極，直至到我哋今日都能夠有機會嚟到信主。我哋獻上感謝。呢一班嘅使徒好多人500人親眼望到主嚟到直接被接上升到天。主啊，你嘅上升就證明你係一個復活嘅主，你係有一位神，你亦都應許過你要上升去之後有日會翻嚟。喺佢未翻嚟之前，佢要吩咐門徒、信徒嚟到作福音嘅使命，又近住將福音傳到地極。我哋為咁嚟到獻上感謝。我哋感謝你使昔日嘅使徒呢班平信徒有咁嘅心志，唔怕呢個環境嘅惡劣，唔怕地方官同埋宗教領袖嘅壓迫，面對生命嘅危險，佢哋喺無利益嘅得着底下，竟然真係只有聖靈嘅引導，佢哋先至能夠大膽嚟到做出呢啲各樣福音嘅事工。好似路加能夠寫路加福音、使徒行傳，好清楚講到呢啲官人嗰個嘅不是，指出佢嘅罪狀。呢個實在係可大可小。如果冇聖靈，佢哋唔敢咁樣寫出一啲咁嘅書信嚟到面斥呢一班有權勢嘅人。但係我哋直至今日睇到呢啲書信，我哋唔明白呢班群眾屬於主嘅人，竟然喺聖靈底下嘅引導，能夠作出一啲咁奇特嘅事，真係大而可畏。我哋為咗呢班使徒，我哋獻上感謝。求主藉着呢班使徒幫助我哋睇到佢哋昔日嘅奮身嚟到服侍主，忠心嘅服侍主，忘我嘅服侍主，嚟到激勵我哋。我哋今日好多時候，我哋喺呢個地上，我哋呢自由自在嘅生活，我哋反為覺得而家福音傳得好困難，唔敢去傳福音。但係昔日嘅人，佢哋冒着生命嘅危險，唔怕死活，就係將福音傳出去，以致我哋21世紀嘅子民得着呢一班嘅人可以承接呢個救恩，讓我哋都有一個心志，將福音嚟到傳出去。求主保守呢班弟兄姊妹心懷意念，有身體軟弱嘅，懇求主嚟一一醫治，使佢哋早日康復。無論係受緊藥物治療，或者化療，或者電療嘅，我哋都交在主嘅手中。主啊，你看顧，俾佢經歷到你嘅引導，經歷到你嘅同在。你又一位又真又活嘅神，保守呢班弟兄姊妹嘅心懷意念，無論佢哋喺咩地方生活，都經歷到主嘅引導、平安同埋喜樂。我哋要散開，求主你保守看顧，奉主耶穌基督名祈求，阿門。多謝各位，願神祝福各位。